早晨，先生太太，你好嗎？我 BNR 1115。我叫阿加泰eka，今年32歲。我未結婚，我係基督徒。我屋企有4個人，媽媽、爸爸、一個弟弟同埋我。我爸爸做老養鋪，我媽媽做家庭主婦。我識講廣東話同埋英文。我識做家務，好似洗衫、摺衫、燙衫、拖地、抹地。我識煮中國餸，好似蒸魚、蒸蛋、炒菜、煲白粥、煲湯。我鍾意 BB 細路仔、公公婆婆同埋寵物。我以前喺醫院照顧呢個老人家同埋小朋友，我想去香港做嘢。多謝晒，喺香港見，拜拜。